日嘅活動咧叫做從劃到不惑，係想表達我哋希望以規劃討論去減少困惑。我哋希望提倡生命嘅規劃，促進照顧者同埋被照顧者嘅生命意願嘅對話討論，令到佢哋生命去到晚期嘅時候，仍然有自主嘅選擇。希望咧，我哋喺社會上每一位嘅人士，每一位嘅朋友咧，都能夠認識到點樣去幫自己去做一個人生嘅規劃，令到自己行到去人生嘅最後階段咧，都能夠好圓滿、好有尊嚴地離開。呢個就係我哋嘅心願。